立法院社团委员会今仔日是来进行外省专法各版本的这个审议。劳动部长洪新涵表示讲，希望会当好好讨论，兼顾到点头外省员，也有消费者的权益。同一个时间，这个外省工会呢是伫个立法院头前来表达因的诉求，希望讲这外省专法会当伫这个会期顺利来商讨，上紧2026年就会当正式来施行。 立法委员加油！外省专法拜三正式进入立法院社团委员会进行初审。台湾外省产业权益促进联盟工会等团体也伫立法院外口表达诉求，希望政府赶紧促成外省专法。我们只希望有最基本的保障，包含薪资、包含工作权。那这些我们都会希望要麻烦各位委员在今天的这个逐条审议内，可以帮大众，包含外送员、包含店家以及消费者，争取更大、更全面的保障。根据统计，国内目前大约有14万名的外省员。劳动部今年11月21日告外省员的权益保障和外省平台管理法草案，规定外省员每点钟的工资要是上计工资的1.25倍，算起来等于是袂当比245块更加低来保障因的基本薪水。劳动部版本的这个外送专法那的确是刚过预告期。那我们也知道，朝野的委员其实都有版本，所以我们也觉得今天在委员会上面，我想大家其实可以好好讨论。因为朝野对设立外省专法已经有共识，也拢有提出来版本。亲像国民党是要求爱定合理的外省费标准，立法规定演算法爱透明，并且爱设申诉的机制。民进党版本是要求平台袂当凊彩停止契约，也爱负担这载的保费。我们不分蓝绿白，只有改革的颜色。我们希望尽速的通过，期待透过专法建立一个公平、安全、透明且四方互惠的产业环境。外省工会是尊重立法院的职权，敢若希望讲外省专法会当顺利伫咧这个会期完成三读，希望上紧伫2026年中就会当正式实施。记者陈亚轩、林旭凯台北报道。